鏡頭換轉來看國內，屏東縣議員宋麗華傳出可能甲伊的第二任翁婿鄭任優被判刑的詐欺案有牽連。鏡頭地檢署調查資金的來源，發現有一寡錢是走入去宋麗華伊的口座內底，12就派人去搜查，甲人帶轉去問話。檢方認定這宋麗華涉嫌詐欺甲洗錢罪嫌重大，所以是申請羈押禁見。因為目前這宋麗華是以300萬塊來交保，而且限制自己禁止接觸共犯。面對着媒體鏡頭，這宋麗華是甲用批龍甲面紮的趕緊上車，無閣佮講話。甲第二任翁婿甜甜蜜蜜手牽手穿新娘衫去公投登票，屏東縣議員宋麗華2021年甲自稱企業家的鄭任優辦結婚，沒想到過當年鄭任優就因為牽涉到一件美國人氣壓縮機專利的投資案，互新德庭判伊按照詐欺罪判4年的有期徒刑，人目前已經在坐監。宋麗華嘛因為安尼再次離婚。我目前是 Domain 公司的亞洲代表人。我們從事一些亞洲部分的投資。結婚迄天，鄭任優接受訪問講，家己是企業的亞洲代表人，老爸說互法醫認證全部攏是假。鄭任優用假身份假公司，拐朋友投資2000多萬，法醫認定詐欺判刑。橋頭地檢署刷落追查資金，所發現有錢流入去屏東縣議員宋麗華的口座。檢方12去宋麗華高雄的厝發動敲催，甲人帶回訊問了後認定宋麗華涉嫌重大，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認被告宋某、鄭某兩人共同涉犯詐欺、洗錢等罪嫌重大，有羈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他一切就交給司法去定奪了啊！但是他的服務、他的精神，真的在我們一般我們的鄉親裡面，大家都對他是肯定的。船長講，宋麗華甲鄭任優定拄做伙走攤，對地方建設的爭取也是廟的代志，攏真熱心。現在兩人攏牽涉到詐欺罪，一個互關，一個互聲押，這部分敢若會當交予司法去認定。不只個宋麗華是連任5屆議員，嘛是國民黨為登記參選第2選區的女性議員，會當講是登記參選就登記當選。現在牽連着官司，也個選戰出現變化。記者柯明哲、柯家如、邱超陽綜合報道。